日嘅女性只識嗟嘆怨命，懦弱又怕醜，兼夾多病。心歸碎幽靜，婚姻好比買賣，又靠占卜去決定。係生仔生到心都驚，俾家婆蝦到嗌救命，當佢係副機器咁定。就算更叻都冇用，根本睇低女性，卒之要起革命。現代嘅女性認真巴閉夠勁，學問又夠叻，專創新穎，衝出咗家庭，自己挑選對象，共你拍拖自決定。指揮工作似操兵，威過三軍總司令，夠晒活躍真正勁，令到社會進步，顯出光輝女性，應該要多讚榮。